像小说我足久无写，可能有1个月、2个月拢无真正伫写，拢伫遐打。应该是讲，可能有1年无写新的啊，因为我拢伫打旧的嘛，所以我这届啊有一张，因为我先甲我上好看的囥到第1张，所以我即马变讲我搁爱写一寡，甲伊补起来。变讲我写就是较生疏，是真正的。嘛想要好势安尼。所以其实做者物件拢是你来定定去练习，毋免去甲人轻生，别人讲啊，为什物伊写小说写诚好啊？安怎？其实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，就是讲毋免去和别人比。比迄其实是无意思。你若讲你比赢别人，嘛无安怎啊，嘛无趁啥。只是家己的心态就讲哇，诚好哦！我比别人搁较好，我即马第1名。这可能就是为古早为以前教育开始就是安尼。老师搁有爸母啊、时代拢是会讲。啥物人和啥物人比，所以变讲，我即马嘛是有即种思想，就是爱比啥物人搁较好，就爱看啥物人表现无好啊、放弃啊，无就伫衰尾啊，我就会较想讲哇，减一个第2。这实在是爱去调整的思想。最近因为我都无算新人啊，我伫 Clubhouse 都无讲，大家都会好奇啊，都会让我讲话啊，去甲我问一寡代志。迄时阵我可能嘛是会想讲，哇，我这变啊，真伫边仔的人啊，拢无表现的机会。其实这道理共款，就是讲。我上好的表现的舞台是，伫我家己的舞台。要安怎讲呢？就亲像讲，讲台语，其实我会使，家己去录，家己讲家己的字句，家己安尼学讲啊。我无一定讲，就爱像别人。伫房间内底讲，拢互我讲，大家拢知影我的代志。就是一寡表现的迄种，家己最重要迄种感觉，迄种感觉追求，其实，就是虚的啦。我应该是爱伫我家己的世界去拍拼。想讲我即马我甲我家己比，甲我家己讲。我今仔搁做啥物代志啊？我今仔搁讲用台语去讲字句啊，讲甲安怎？这就亲像讲我即马伫学普quyền的线顶的课。这就是我学着，就是我的。我有比我以前比起来，有搁搁较侪物件，对我工课嘛有帮助。但是我其实就是一个不好的毛病，就会看讲，甲我共组的迄个同事讲伊若是伫遐耍啊，伫遐拍纳凉啊，我就讲真好啊！我即马伫上课啊，所以我比伊搁较好啊，比伊搁较拍拼，比伊搁较认真，就会安尼比呢。其实我爱调整的，就是我即种心态。就亲像讲，我咧学物件，就是为着家己去学的。毋免讲，想讲有一个甲我比赛的人，有一个第2伫遐，我爱甲伊赢过迄个人。其实无迄种人啦，咱的世界就是咱家己一个人尔。安怎丰富咱的人生？
所以讲有时阵是无看遐透啦，无像阮同事，就是伊本地毋知安怎，伊就是看诚透。我都无看遐透，毋过我会当学啦，这嘛是一个成长的机会，就是讲我毋是讲伫讲台语遐有成长，写小煞写足紧，伫遐成长，还是讲普quyền工程师的课，我学甲诚济物件，练甲足熟。我阁有一个成长的方向，就是讲我理解我的人生会使用无共款的角度，就是莫讲逐项拢做爱比的，逐项拢爱讲我是主角，安怎安怎。其实我嘛知影迄是虚的啦，但是就是明明知影虚的，阁放袂掉，所以这就是我爱收着我爱收为的所在。所以其实我即摆就是定定爱去思考，去进步。毋是讲我若讲甲人怨妒，我就讲袂使袂使，我爱做一个完美的人，毋是安尼。是我会使去思考，讲我是毋是阁看袂透，讲即个人生是虚的，这就是一个虚的一个世界，是一个游乐园尔。咱人来这游乐园去耍去学，但是呢，迄重点当然毋是讲你伫游乐园内底摕第一名的成绩，其实无啊。对老师阁有游乐园的员工来讲啊，这我学生仔来，伊是要互伊耍啊欢喜，就是爱欢喜，上好阁学着物件。游乐园可能有一寡会当教育人，伊的反应啊，伊的思考啊。若是讲有一个成绩表啊，譬如讲你是今仔日第一名、第二名，迄其实你若离开这游乐园，这名都无重要啊。人生是安尼，无毋对啊。但是我著一直以为我是内底耍的人，但是我无想着讲，我有一工若这游乐园的物件，这排名，还是讲我迄时阵比别人搁较好啊，搁较安怎？离开这游乐园，这拢是足无重要的。重要就是会问讲，你有耍甲有欢喜无？对啊，若讲你带囡仔去，带囡仔去游乐园，你就是会问讲有欢喜，耍甲有欢喜，有学着啥物？伊伫内底，伊是几名？譬如讲，伊伫做一个运动型的梗，伊伫运动运动的梗，伊迄个时阵是第一名，还是第二名？这其实时代拢袂问啊，因为来游乐园本来，这世界讲有名，只是要互这个人讲耍的时阵、学的时阵有趣味尔。但是毋是重点。我煞甲这当作重点，我著足想要像别人遐好，但是我就是想要像别人遐好，我就是无肯定我家己，就是安尼。虽然讲拢知影，但是会做袂到，毋过无要紧，我就是定定安尼伫日记的时阵去讲出来。
我相信一摆搁一摆，我家己的自我，我家己的灵魂是会挺入去的。我会去豆豆调整，我一定会进步。好，就是安尼。